全体图尔扈特人民欢迎尊敬的女皇陛下的使者，尊敬的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公主殿下对我们韩国的造访。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公主殿下到。 喝了这碗美酒。尊敬的沃巴西阁下总督夫人，愿你们的神保佑韩国的富足和昌盛。女皇陛下为了表彰你们的贡献，委托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同时转达女皇陛下对您个人的问候和敬意。请过来，伊凡伊里伊奇伯爵。阿萨赖，站在那儿等什么？至少应该拥抱你10年没见过面的母亲吧。您好，母亲。他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自己的母亲一点感觉都没有。
去吧。你可以告诉女皇陛下，图尔扈特人不需要一个信奉东正教的伊凡伊里奇伯爵了。送汗后回去。阿斯赖的归来，对图尔扈特人是一件大事，大家都很兴奋。但这个孩子表现出来的冷漠，却让所有人吃惊。女皇这招棋确实厉害，我也不能不感到有一点绝望。但这种情绪绝不能表露出来，只有勇敢地迎上前去，并战而胜之。这就和打仗一样，有时候你没有退路。伊凡伊里伊奇伯爵是女皇陛下选中的未来图尔扈特汗国合法的继承人。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公主殿下，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可以吗？在这里见到您很高兴，请问吧。我想请你告诉我，一个完全俄罗斯化的阿斯兰对图尔扈特汗国意味着什么？你们信奉东正教后，会和俄罗斯一样强大。那么，一个信奉佛教的图尔扈特蒙古汗国还会存在吗？说的是啊，当然我们还会存在吗？我们信奉的是佛教。图尔扈特人不会让一个信奉东正教的人当他们的汗王的，永远不会。让所有的图尔扈特人都拥有像俄罗斯一样光明而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女皇陛下最好的愿望。光明幸福的生活，可在我执政时期，俄罗斯政府在韩国征兵32次，征出56次，韩国的子弟在战争中死者高达8万余人，争取战死的大牲畜高达40万。现在韩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公主殿下，这就是女皇陛下赐予我们图尔扈特人的光明幸福的生活吗？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造就了我们，区别于任何一个民族的蒙古民族。如果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蒙古民族何存？我们最大的危险在于邻近的国家和民族把他们的生活方式移植到我们草原上来，使得我们的人民变得娇气不堪一击。在神灵苍天之下，好的马匹和自由的草原才是我们蒙古族人的唯一需要。可是那些不安分守己的邻居，却总在设法处心积虑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剥夺我们的自由，使我们处于卑躬屈膝的从属地位。为此，从我的曾祖阿育齐汗到我的父汗敦多布拉氏，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而我们的子孙，那些千千万万的图尔扈特人，也不会停止抗争，而向任何人卑躬屈膝。对，是对，说的对，韩茂说的对，对，说的对，啊是。
沃巴西汗，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女皇把任何事情都考虑得非常周到，不是吗？可她忽视了阿斯赖血管里流着的是蒙古族人的血液。虽然我和他像陌生人一样分割了10年，但是不管到任何时候，他都是我沃巴西的儿子，而不是什么伊凡伊利伊奇伯爵。阿斯赖他一定会重新变成一个图尔扈特人的。是的，我相信尊敬的汗，也许你能够做到。是的，我一定可以做到，因为不管在什么地方，任何时候，他永远都是我的儿子。无论在何处，我都是他的监护人。这是寄给女皇陛下的信，他能保证女皇陛下了解克什米尔、阿斯特拉罕和出海口岸的变化，而且可以了解我们图尔扈特人在南俄牧场是否安宁。你是要我相信你，帮你把信寄出去？可你为什么给我看你的信？证明我的身份。身份？伊凡伊利伊奇公爵在韩国期间，我不仅是他的监护人，还要和他住在一起。这是他的韩国，我是他的父亲，不需要任何人来监护他的生活。尊敬的沃巴西汗，您该知道，他是女皇的教子。奇怪的身份，必须有一个信奉东正教的人来做他的监护人。阁下，这是女皇的旨意，您不能违背。如果女皇不放心我们图尔扈特人，她完全可以像对待瑞典人和土耳其人那样，派军队来，没必要在我身边安插一个耳目。如果您愿意，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立即把我赶走。必要时我会的。为了控制韩国，女皇把阿瑟赖当成了人质，在彼得堡扣押了10年之久。我从小在彼得堡长大，我太了解俄罗斯人的伎俩了。信不信由你，太极。女皇送阿瑟赖回来，是为了有足够的理由在沃巴西汗身边安插他的耳目。这个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将作为女皇任命的韩国监护人留下来，而不是为了阿瑟赖。你是说，女皇知道了我们东归的意图？也许她只是怀疑吧，所以她才以监护人的身份派他来。我要你严密监视他，还有他的往来信件，以及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一旦发现有异常的举动，要马上向我报告，看住他。此不可太急。如果那个俄国女人不走，我能牢牢地控制她，不让她迈出韩国一步。在韩国，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可以行使女皇的权利，但女皇的权威将会被图尔扈特人丢进伏尔加河里去。你说的不错。对我来说，女皇的权威已经是俄国女贵族衣裙上的花边。娜塔莉亚·尼古拉耶夫娜仅仅是女皇权力的象征，这对就要脱离俄国的图尔扈特人来说，已经不可能起到真正的威慑作用。可是，一个完全俄罗斯化的阿瑟赖，我真替韩王感到难过呀。阿瑟赖成了女皇的教子，可他毕竟是我堂叔的儿子。对吗？阿瑟赖，过来，我的孩子，去吧，她是你母亲。你好，母亲。你好。
你好，夫人。你瘦多了，身体还不好吗？你好，娜塔莉亚公主。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我奉陛下之命来做您儿子的监护人。那您就是他的哥姐？您才是。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受图尔扈特人欢迎的职务，可我不能拒绝女皇陛下的信任。是的，娜塔莉亚公主殿下。现在您和您的儿子在一起了，我真为您高兴。谢谢您把他送回来，阿萨莱。来，孩子。母亲，请称呼我伊菲伊里伊奇。孩子，我可以抱抱你吗？伊凡伊里伊奇，女皇陛下也有母亲，去吧。我知道，你不会嫌弃你的母亲，孩子。我该走了。伊凡伊里伊奇，你不能这样，你回来。对不起。怎么只有你？阿萨莱呢？汉，我已经到他的房间去看过他。他说，他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汉，你干什么？他和公主在一起。你知道人们在用什么样的目光看着我吗？我是汗，他竟然在所有人的面前贬低我们的韩国。他还是个孩子，他还不习惯我们这儿的饮食，我想他会习惯的。杨静，他究竟是不是我的儿子？汉，你告诉我，为什么一个孩子的眼神是那么的冰冷和陌生？我不相信那竟是我们苦盼了10年、日夜思念的儿子。汉，别这么说。尽管见到他时，我也觉得非常陌生，可是他曾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呢，是我的儿子。可他绝不能是这个样子。我沃巴西绝不能有一个忘记了祖宗的儿子。汉，他是无辜的，他的眼神告诉我们，他是那样的孤独、恐惧。我心疼他。瞧瞧，你都做了些什么？我的生命属于上帝，属于女皇陛下。娜塔莉亚·尼古莱耶夫娜，您不能强迫我。我要向女皇陛下禀告您。伊凡伊里伊奇，你要是认为亲生母亲如此微不足道，就不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是卑微的吗？你记住，
你要向你的母亲承认错误。你回来，你要向她承认错误。你错了。不，我没错。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错了。阿斯莱，阿斯莱，你听到了吗？阿斯莱，父亲，我叫伊凡伊利伊奇，是俄罗斯贵族女皇家族的姓氏。你是图尔霍特蒙古族人。我是女皇陛下的教子，这是女皇陛下送给我的礼物。阿斯莱，你给我记住，这里是你的韩国，有你的亲人。如果你背弃他们，韩国会让你永远消失。你是蒙古族人，不是俄罗斯人。地方生活了10年。你想想，牧民们常说，马驹子跟着羊群长大，时间久了，它也会咩咩叫的。额姐，我懂的。我担心阿萨莱这个样子，要给韩国的前途埋下重大的危机啊。是啊，我们的部族就是因为信仰佛祖，心怀故土，才有今天的凝聚之力。一旦这个根基动摇了，实堪忧虑呀。妈妈，您能不能求佛祖发挥法力，驱除他心中的念头？难呐。心诚则灵，心向佛祖，诸魔退避。佛法降服的是人心中的诸般魔念。可阿萨莱却是心中有着另一种信仰，假若强力去驱除压制，就已进魔道了。哎，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所以，韩王还需要你用爱心去打动他的心灵，心灵沟通了。其他隔膜就会如冰雪消融。妈妈说的对，他是个孩子，只要好好带他。石头揣在怀里，时间久了也会变热的。大士队，你去把我的东西给我拿过来。好。刚
才我去看了，他在那玩锡兵，是女皇陛下送给他的礼物。你们还记得这个吗？额吉，这还是金格拉阿爸亲手为我和弟弟做的。后来我们不小心弄丢了一个王。是啊，你们是玩着他们长大的。那个时候，你也没想到以后会成为韩王，只知道自己是个蒙古人。额吉，您放心，我担心走漏风声。哼，他是在蛊惑人心，让人们觉得他是个英雄。韩，我觉得你还是要当心一些，要不是你回来的及时，他就要……大士顿，别说了，策不可是我的侄子，是先祖的嫡系。如果万一我有了不测，他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沃巴西，你可真像洛桑丹曾妈妈说的，以佛心示人呢。东归的事关系重大，现在还是不要在外宣扬，记住了吗？是，我记住了。不过，我要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嗯？不该说的话？我不说了。为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呢吗？不该说的就不说了呗。我这样说过吗？你是韩，你一定会这么说的。我不会这么说的，你是我的兄弟。你说吧。沃巴西，你有没有注意过策伯克看公主殿下的那种眼神？眼神？韩，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琢磨不透。是谁呀？你想躲我？你这个好像是来找你的。啊，韩，她就是我和你说过的那个次刚姑娘。这次又是她救了我，还把我送回了韩国。你好像在躲避她，为什么？她对我说，他们次刚人从来没有皇帝或国王，她要我跟她走。你去跟她说，你的兄弟要见她。去吧。是。大士顿，你想躲我是吗？没有。你就是想扔下我。没有。过来。你别那么想，三娘。
喜欢跟我在一起，对吗？那还用问吗？那你为什么不抱抱我？抱你？现在吗？对，现在。殿下，是你吗，大太监？啊，是您的仆人，殿下。但愿您在这里的夜晚一切平安。您一直守在这里吗，骑士？或许您还带着一只风笛。如果您允许的话。哦，大太监，这里是您的领地，该问您才对呀。殿下，嘘，轻一点。范妮还是个敏感的孩子，别把她吵醒。你们这里的夜色真美，真静啊！晨光中的草原更美。殿下，我想冒昧的邀请您，陪同伯爵一起去视察他的领地。谢谢你的邀请，晚安。晚安，殿下。韩，你在克棋啊？修棋。那个丢失的王，我就快要刻完了。这是给阿萨来做的吗？是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和你下棋，我总是输给你。记得有一次，我偷了你的王，悄悄把它扔了，被阿爸给发现了。可是你却说是你自己不小心弄丢了。韩，我来帮你刻吧。不用了。大师队，你要管教管教阿萨赖，带他在韩国到处走走看看。好的，交给我，你放心。住你！我有大炮，别以为你能获得女皇的宠爱，就能指挥好你的军队。我的行军鼓就要敲响了，开炮，轰炸他的防线。阿萨赖，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下棋呀？叔叔陪你下好吗？你会吗？叔叔不会下，你教叔叔好吗？好，来，你先走。将。哼，哎，阿萨赖，这是谁呀？这是我的教母。
它不好看。不许你侮辱我的教母！你看她多漂亮啊！阿萨莱，你怎么到这里来玩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不知道。这是长明灯，一般人不能进来。长明灯是怎么回事？想知道就跟我走，我有更好的玩具。我跟你去。哎，你要去哪儿啊？啊？叔叔要去骑马，你去吗？去啊。你要去的话，穿这身衣服可不行，必须换上蒙古袍。你看，像叔叔这样才行。我穿的这身衣服多威武啊！我没有蒙古袍就不能骑马吗？是这样，阿萨莱，听叔叔给你讲，一个蒙古人要学会骑马的话，必须穿上蒙古袍，知道吗？哦。走。伯爵，快走啊！走啊！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伏尔泰来信歌颂陛下是科学的女神。